2025年，華娛樂壇炸開鍋了。72歲的巨肺天后甄妮，在私人聚會上突然對媒體甩出一句：我這輩子就愛過一個人，但愛情哪需要列婚證嚟證明？這話一出，全網瞬間沸騰。這位和鄧麗君齋名用鐵血丹心唱哭一代人的歌后，居然和神秘男子同居了37年都沒領證。更絕的是，他喪夫4年後，居然用冷凍精子偷偷生了個女人。再加上負聲車禍時那輛公元83年車牌的詭異巧合，這事人簡直比電視劇船狗血。從香港紅磡到美國農場，從巨星隕落到母女相依，甄妮這半輩子到底藏着多少秘密？1976年的香港，邵氏當公武打小生負聲和樂壇新星甄妮的戀情，簡直就是現實版羅密歐與朱麗葉。負聲出身武術世家，老爸是香港富商將負聲。甄妮呢，混血美人，帶着葡萄牙血統的異域風情。第一次帶甄妮回家，負聲他爸直接拍桌子，揮子配歌女，成何體統？甄妮的歐洲家族也不樂意，覺得負聲太粗俗。但這對小情侶壓根不理會。1977年直接在邵氏老闆方日華的驗證下，於香港聖約翰大教堂辦了場世紀婚禮。那天，甄妮穿着白麥法國定製婚紗，美得像仙女。負聲開着甄妮送的保時捷911，車牌公元83年，繞場3周，2000名賓客見證了這場跨界愛情的巔峰時刻。婚後，甄妮慢慢淡出樂壇，專心當負聲的老婆。她曾在採訪裏哽咽：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給負聲生個孩子。可命運偏不遂人願，4年嚟，她懷了4次，每次都流產。最危險的一次，她大出血在 ICU 搶救了3天3夜。負聲在病房外跪地祈禱的畫面，全被狗仔拍了下來，成了《東方日報》的頭版。她總說孩子是緣分，強求不來，但我知道她比誰都想要個後代。甄妮在2020年的回憶錄裏寫道，負聲甚至偷偷去醫院諮詢代孕，被甄妮發現後，兩人大吵一架。我要的是我們共同的孩子，不是用錢買來的。這句話成了他們婚姻裏最後一次激烈爭執。1983年7月7日，負聲開着甄妮送的保時捷911去清水灣片場，結果車在彎道突然失控，撞向山體。急救人員趕到時，負聲頭部嚴重受傷，送醫後不治身亡，年近29歲。這起車禍最詭異的地方，就是車牌號公元83年 ，AD 是負聲英文名 Alexander Dead 的縮寫，83既是車禍年份，也是甄妮送車時特意算的。他走後，我每天盯着車牌號發呆，感覺這就是命運寫好的劇本。甄妮後來在訪談裏說，負聲的突然離世，讓甄妮徹底崩潰。她把自己反鎖在負聲生前的房間裏，3天3夜不吃不喝。好友羅文透露，她床頭擺着整瓶安眠藥，說要去找負聲。轉機出現在負聲頭7那天，甄妮打開負聲的衣櫃，發現裏面整整齊齊疊着他所有演唱會的 CD， 每張都貼着老婆最棒的便利貼。她當場跪地痛哭。我不能讓他失望。3個月後，甄妮在紅磡體育館辦了復出演唱會。當再度孤獨的前奏響起，她穿着負聲送她的珍珠項鏈，淚洗舞台。這場演唱會直接創下當時女歌手的票房紀錄，也成了她重生的起點。負聲生前曾在香港養和醫院冷凍精子，這決定源於她一次酒後玩笑：萬一我走了，你得給我留個種。沒想到，這句玩笑話成了甄妮後半生的精神支柱。1987年，甄妮獨自飛往美國洛杉磯，在一家私人診所用負聲冷凍的精子成功受孕。醫生問我確定要一個人養孩子嗎？我說我的孩子必須有爸爸的基因。整個孕期，她拒絕所有公開活動，住在負聲生前買下的比弗利山莊別墅裏，每天對着負聲的照片說話。1988年3月15日，女人甄家平出生。護士把孩子抱到甄妮面前時，她當場淚崩。女人的眉眼、酒窩，甚至手指長度，
都和傅聲一模一樣。他第一次對我笑的時候，我仿佛看到了傅聲。恩妮後來在採訪裏說，為了保護女人，恩妮一直沒公開她的生父信息，直到2014年，15歲的恩嘉平在整理母親購物時，發現了冷凍精子的醫療記錄。面對女人的追問，恩妮只說了一句：你爸爸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。移居美國後，恩妮在洛杉磯郊區買了20英畝農場，過起了種菜養狗的隱居生活。但2018年起，香港狗仔多次拍到他和一名銀髮老者同行。這位被稱為 L 先生的男子，據傳是傅聲生前好友，退休武術指導。他們每週三固定去超市買菜。L 先生推着購物車，恩妮在旁邊挑水果。附近居民說，更引人注目的是，恩妮的農場裏始終掛着傅聲的照片，但 L 先生的房間卻擺着他們三人的合影。2025年2月，恩妮在私人派對上首次回應同居傳聞：我們在一起37年，比很多夫妻都長久。婚姻是給別人的交代，愛情是給自己的答案。當被問及是否考慮結婚時，他笑着搖頭。傅聲永遠是我丈夫， L 先生是我的家人，三個人也能組成完整的家。這句話一出來，井號恩妮愛情觀井號直接衝上熱搜第一。事件曝光後，網友分成兩派，支持者說，恩妮用一生詮釋了一生一世一雙人，比那些頻繁離婚的明星強多了。反對者則質疑，讓女人從小沒有父親，這是自私的愛。更有人翻出舊賬，傅聲車禍時車上船有2名肇事演運，是不是靈異事件？對此，恩妮在社交媒體發文，有些人永遠活在陰謀論裡，而我選擇活在愛裡。資深經紀人鄭志強分析，恩妮的案例特殊在3個層面：跨越生死的生育、非傳統家庭模式、巨星身份的輿論壓力。這反映了當代社會對愛情形式的包容度在提升，但傳統婚姻觀依然根深蒂固。恩妮的選擇直接打破了喪夫必須再嫁的傳統邏輯。她用事業成功、女人教育和慈善事業證明，單身女性照樣能活出精彩人生。婚姻是愛情的粉霧船，是保護罩。恩妮的故事給出了另一種答案：當愛情足夠純粹時，形式反而變得次要。正如他在2024年香港金曲獎頒獎禮上所說，我這一生唱過無數情歌，但最動人的那一首叫傅聲。從保時捷911的車牌到冷凍精子的醫療記錄，從紅磡體育館的眼淚到洛杉磯農場的夕陽，恩妮用72年人生寫了一部關於愛的史詩。他告訴我們，真正的愛情從不拘泥於形式，它可以是婚禮上的誓言，也可以是37年同居的陪伴，可以是跨越生死的生育，也可以是永遠掛在牆頭的照片。在這個離婚率飆升的時代，恩妮的選擇或許不夠正確，但卻足夠真實。正如她在最新單曲《不婚進行曲》裡唱的：我的戒指戴在心上，不是磨名指，我的婚禮沒有賓客，卻有整個宇宙的星光。互動話題：你能接受不婚但同居的愛情模式嗎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觀點。